228事件78周年，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今年活动是用纪念碑做主题，绍介全台湾28座228的纪念碑，因的建造过程也有设计理念，希望让大家当了解这78年前台湾各地228事件。 28座228纪念碑的资料，顶面唔但记录过去捌发生过的悲剧，佮写着安怎去到迄个所在。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举办228纪念碑的展览，希望透过这个方式，互民众知影228事件当中故乡顶悬市的故事。互咱全国的人民来了解到讲，这个228这段历史，各地所发生的228事件的代志，互百姓来知影。 嘉义市政府甲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，逐冬拢会到228纪念公园举办追思的活动。公园内底有全台湾第一座228的纪念碑。迄当阵是嘉义市长的总统府主席中峰就讲，这座纪念碑唔但是纪念，嘛希望是一种提醒。政府还未开放228事件的纪念，迄个时阵咱就做啊。咱设228纪念碑是因为咱嘉义为了228事件有真侪人牺牲，所以人就感觉讲无设这个纪念的一个物件袂使。大家追求的公平、正义、和平，咱就希望大家愿望，这个未来是咱大家所期待。台湾嘛，因为这个事件，咱会当汲取教训，然后再站起来。 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江仁新指出，228事件到今已经78年，针对加害者历史定位甲追究责任这方面的工作也是无够完整，呼吁新政府赶紧来完成，早一日幸福受难者家属再来交代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